將會喺9月接替薛偉成出任刑事檢控專員嘅楊家雄，聯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首次會見傳媒。袁國強話：經過半年嘅遴選，認為楊家雄係最適合嘅人選。法律嘅工作方面，無論響民事、刑事有豐富嘅經驗，特別係響刑事方面呢，佢係響唔同種類嘅刑事嘅案件，包括商業嘅刑事案件，同埋同證券有關嘅案件呢，係有非常好同埋非常豐富嘅經驗，亦都咧一直咧係響業界咧係享負盛名。對於喺上任之後可能要處理新地同埋商交所呢啲棘手大案，楊家雄強調會依法按照檢控程序處理。一啲大案喺我心目中，案件冇分大細，任何案件都影響人嘅一生。所有嘅案件，我哋會依足檢控指引同埋檢控政策，根據我哋嘅專業，考慮晒所有嘅證據同埋一切情況之後作出決定。我特別強調一句，任何案件無分大細，特別所謂政治於刑事檢控專員嚟講，於刑事檢控政策嚟講，呢個唔係一個考慮因素。佢強調會不偏不倚維護香港嘅司法制度同埋法治，做好檢控工作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曾志倫報導。